先继续来看台南归仁区的仁寿宫，这个厝顶的剪帘因为风吹日晒严重来破损，庙方特别邀请到内政部认证的工艺师协助来修复，运用着传统的手工制作，打造充满着特色的剪帘工艺。 即马当地进行整修工程的归仁仁寿宫，因为庙的厝顶经过风吹日晒，出现严重损伤，所以庙嘛请有名的工艺师黄金生来到三港修复，希望当保留传统的工艺。我们那个屋顶上面是目前是要先拆除，好啊，之后就再做防水层，跟那个屋顶以前如果孔料无顺的呀，再把它 整顺这样子。过去仁寿宫使用是琉璃剪，即摆整修庙会选择请师傅进行手工制作，同时卖用真用的材质。现在的碗片它窑烧就是说至少要1150度，它比较不会褪色，而且它还比较坚固。仁寿宫是归仁地区的信用中心，即摆整修工程超2年时间，预计会伫2025年完工。 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